胡说八道，胡说八道，胡说八道，又造钱金生的谣。钱金生是我们省府非常有贡献的一员。我们之所以有省府团队，就是他在那边做我们的审讯团的负责人。然后呢，帮台湾做这么多的建设，这么多的执行，竟然这个欺负他的女儿，这还有一点点人性吗？还有一点点人性吗？台湾总要还有一点人性的一个社会吧。他的父亲去参加什么活动？是大陆上说要去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。他去参加相关的跟对岸谈这件事情，他没有上阅兵台。谁去上了阅兵台？不就是那一些买办阶层那些人吗？他们去被挨骂了以后，就把钱金生拖下水，帮他一起抹黑。坦白讲，你们这些我不愿意骂人了，胡说八道，胡说八道，胡说八道，请您把它写下来。坦白讲，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，每个人的言论自由我予以尊重，但是用移花接木的方法去讲一些与事实不合的真话。我在今年4月份到大陆的广东、香港和澳门跟台商去见面，我一共发表了超过20几场的公开谈话，都有录音。我没有一个场里面讲过我支持1国2制的事情。现在我在讲，我没有讲过，不要就讲过变成我刚刚是在讲1国2制。我坦白讲，我不但没有讲过，但是我必须要很明确的说，这种移花接木的这种方法，尤其是今天我看到秦思燕、秦金生，我的好伙伴的女儿公开发表的那个声明，我赞成他依法追诉，我赞成依法追诉，我也加进去。我本来选举